每次说哈，有时候江湖传言听一听就好了，也不因为最后也不是一三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那老郭反而都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，有没有？郭台铭这样子两边压倒，会不会变成两边落空？他这边没有压的啊。高虹安呢？不是啊，他亲民党那边现在是刘幼彤排第4跟4， 9，刘幼彤第4，然后蔡幸宇是第9。之后会不会变双杀？哇，如因为果两个小党如果分散票的话，如果我们第3名也被杀掉，那我们真的完蛋了嘛。那你觉得是因为你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才把就是两个国家军排到比较后面的顺序吗？唉，不晓得啊，所以有时候，所以每次说哈，有时候江湖传言听一听就好了，也不因为最后也不是一三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那老郭反而都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，有没有？那你怎么看吴敦义昨天把民众党列入泛蓝联盟？没有啦，我差点就脱口而出，这个家伙。不是啊，这个就是太会算计了。我一看就知道啊，他在为他那个立法院院长在布局了，就这样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但他也说，如果败选的话，不能独责张三李四。他就是要当立法院院长在布局的，赶快看，赶快拉民众党的票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市长，续展公司前总经理杨家人少爷是不是有被叫去扫厕所？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因为老道觉得，也不是说总经理就不能扫厕所，我们有时候也在帮忙扫啊。不过是这样的，那个细节我不知道，等他们调查以后再讲嘛。所以会把姚亮丽在位上。没有啦，我讲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哈，这种扫厕所是哪里需要问到市长？这个就是他们公司里面怎样改革处理的。因为现在传出他好像有点在恶整他的感觉。不会的，这个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们会跟他讲，有吗？反正。啊，降级减薪，没啦，这个按照职务给薪水，这很正常啊。不啦，是这样的，细节有叫他们去查查看，怎么一回事。是查无不法也不起诉，那这样是不是对他好像来说有点不公平？然后就看，这个这样嘛，有争议有抱怨啊，就处理嘛，就这样。那你什么时候才做厕所？有啊，我当学生都小学，我发现我每次都骂教育局说，不可以这样。现在我们台北市。那个学校厕所叫学生扫的好像不多呢，全部都是外包找那个清洁公司在洗。我说奇怪，这才是不好的。我不太赞成那种国民教育，坦白讲。就是再进一步的调查是指哪个部分？我不晓得，反正有争议有什么，我就调查看看吧。好来，好，谢谢。叫家人的都八字不合。